来看索马利兰的驻台代表洪指控讲，放进代表处的职员欺负台湾员工，共性骚扰，而且尾手阁找理由，甲台湾员工洗头路。受害者即马出来亚康，呼吁咱的政府唔通干那告外交，颠倒咱台湾人互欺负。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，支持受害者提告。那索马利兰的驻台代表处强调是这个小姐定定违反合约，口劝嘛唔听，才会甲洗头路。我持续的拒绝，后来他直接张开双臂把我抱进怀里，并在我耳边说：“我真的很舍不得你离开，我会想你的。”当下觉得非常恶心。想到踮索马利兰驻台代表处上班的时阵受到的不当对待，A小姐话讲甲皮皮出，因为唔有职员性骚扰，个驻台代表无唔得，恶意欺压不当解雇。A小姐报警，说无妥当的处理，方认为咱唔是祝福尔尔，强制罪无起诉，恶意解雇，代表处阁唔付资遣费。现在是21世纪，难道外交礼仪比人权更重要吗？外交豁免的借口不能够成为伤害国人劳动权益的宝剑。台北市议员张书讲，索马利兰代表处派出不断，求职网站冇负评，涉嫌性骚扰的姓某的职员，替学生签证来台，说担任经贸组组长。外交部讲，唔捌认定这个雇员有外交官的身份，伫第一时间有向代表处表达严正的立场，说明法规，嘛正是小朋友伊咧读的大学，要严格注意监督，国家警示。去年收到这些相关的讯息之后，我们也对当事人保持非常密切的这种联系和关心。我们也全力支持他提出法律的这个诉讼，来确保当事人的这个权益。索马利兰驻台代表处讲，关于陈志宁所讲的案件部分，包括性骚扰甲不当解雇的案件，拢已经到法院判决，拢总无起诉。国讲当事人迄阵几若摆违反合约，而且大概警告拢唔听，才会甲解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